潛在客家。在一个清晨，小明和他的父亲走在家乡的山林间。他们是客家人，世世代代都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。小明一边走一边听父亲讲述着客家人的故事，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。不料，小明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，他痛得忍不住大喊：哇！令他惊讶的是，他听到了从山间传来的回声，模仿着他的声音。哇！这熟悉的回声让他感到好奇又困惑。唔係萬人，小明大聲問道，但回聲只重複着唔係萬人。他開始感到有些氣惱，於是大喊：啊唔好當！但山谷中的聲音依然如鏡子般回應說：啊唔好當！小明轉向他的父親，疑惑地問：這是怎麼回事啊？父親微笑着，慈祥地對他說：兒子，這就是我們客家人世代相傳的智慧。仔細聽，我示範給你看。父親站穩身子，對着山谷大聲喊：愛愛唔！馬上，山谷裡回應說：愛愛唔！父親接着喊：唔清聽！山谷同樣回應：唔清聽！小明感到驚奇，但同時也更加疑惑。這時，父親溫柔地解釋道：我們客家人常說，心在哪，故鄉就在哪，人在哪，客家就在哪。這回聲就像是生命的回應。你說的每一句話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最終都會回到你自己身上。父親繼續說，我們客家人歷經艱難困苦，卻始終不忘本。無論走到哪，客家人的精神都會隨着我們的腳步延續。如果你希望在客家文化中找到更多的愛與尊重，那麼你需要先在心中播下這些種子。如果你希望我們的族群變得更加團結優秀，那麼你必須先讓自己變得更好。這種回聲的關係，不僅僅是山谷中的聲音，更是我們客家文化中的智慧。小明聽了父親的話，心中豁然開朗。他明白了，客家文化的力量就像那回聲一樣，是由每一個客家人的行為和心念所塑造的。無論他們身在何處，客家精神都會在他們的生命中不斷回響，成為他們面對困難與挑戰的力量來源。